无法入睡的洞房之夜刚过，新郎便失去生命迹象，被抬出了别墅。可新娘子却没有半点惊讶，她意识到这一定是家族管家的杰作。只因女人的家族拥有神秘的血脉和使命，从小她就经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而这一切似乎都在管家的意料之中。无时无刻被人掌控命运的感觉令女人崩溃。关键是她永远也想象不出未来到底还会出现什么样的邪恶争斗。如今新郎刚领盒饭，她就变成了即将要生产的孕妇。但即便是有新生命的延续，女人依旧萌生出了轻生的念头。就在她要跳下去的一刹那，奇迹竟发生了，一股神秘力量竟将她送回了原位，而阻止她的正是经常闪现出没的神秘男人。此时女人仿佛看到了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可就在她下楼时，听到了管家睡前的祷告。 The darkness is in her. I fear what we may have to do. 不过他现在可管不了未出生的孩子是人还是魔，眼下他只想逃离这该死的家族。其实神秘男人是寄宿在项链里的恶魔，并说孩子的出生将可以改变他的命运。说完便要求女人戴上项链和他签订契约。被恐惧蒙蔽双眼的女人想都没想便戴上项链，这也意味着从这一刻起，她正式成为了恶魔的女巫。转眼间女人痛苦万分，即将就要生产，但在孩子出生后，管家以给孩子检查身体为由将孩子抱走。可想而知之后的画面令人不敢想象。其实当年那个婴儿并没有死，而是被好心人收养，现如今还做了神经外科的医生。因为养母检查出了癌症，罗恩便去求助院长，希望能让母亲优先加入医院的抗癌小组治疗。但院长却想借此机会潜规则罗恩，很明显这也不是院长第一次的无耻行为了。不过这次他是惹错人了。激动中，罗恩竟意外弄得对方脑部血管破裂，就这样院长很快就脑出血死亡。受到惊吓的他急忙回家问母亲自己的超能力是否是家族遗传，而母亲自称她是福利院的孤儿，并不知道他家人的信息。但等女儿走后，母亲就拿出了一张发黄的名片，联系他们说罗恩已经出现了超能力。显而易见，对方那里根本就不是福利院。对方撂下电话，找到了一份有关罗恩的特殊档案。随后负责档案的代理人就出现在了老宅外，但他没有与罗恩见面，而是将手搭在老宅的护栏上。虽然老黑不知道刚才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他敢肯定这一切并不简单。另一边，罗恩不请自来去找了抗癌研究小组的负责人，但一切并没有他设想的那么美好。对方竟无视他的存在，不关门在洗手间里方便，甚至想要让他的母亲优先治疗，就必须要在原本名单上的30人中划掉1人。可这个结果并不是罗恩想要的，于是他拒绝了对方的要求。哪曾想对方反倒被激怒，开始出言侮辱他。紧接着，男人也像之前院长一样脑出血死亡了。这次罗恩已经没有之前的那般惊慌，只是回家跟母亲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痛苦。但也就在此刻，罗恩的养母竟也去世了。与此同时，罗恩的生母在当年失去女儿后神志不清，痴傻的样子整整30年如一日。可这天他却迎来了一位新的心理医生，他靠在女人的耳边小声说道，以后会停止给女人注射镇定用的药剂。看来这个医生也想知道梅菲尔家族的终极秘密。之后他竟大胆地取下了女人脖子上的项链，但在这一刻四周发生了异动，他却丝毫没有察觉。